2025年有2件啉酒賽車弄死人的案件，再度傷害着社會。一件佇咧台中，一個無駕照啉酒賽車的駕駛弄死當咧送外送的大學生；另外一件發生佇咧台南，啉酒開車的駕駛衝撞噴掃車，奪走一個清潔隊員的性命。互弄死的2個少年人，攏才20外歲，攏是佇咧人生上燦爛的階段。根據着交通部的統計，到2025年的8月為止，台灣因為啉酒賽車造成的死傷人數有5797個人，甲2024年的同期6095個人比起來，減少4.9%。但是數字落降，並無代表風險降低。世界各國早就甲啉酒賽車看作是袂當磕到的紅線。但是台灣也是一直咧付出着血的代價。致命事故一再發生，互真濟圓滿的家庭氣角。法律甲法則、執行甲落實，到底倒一個環節出問題？酒駕、性命代價，來看咱深入的報道。都說白髮人送黑髮人是最痛苦的，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小孩，在醫學院快要畢業了，因為一個交通事故就沒了。它就像是捷運站的無差別殺人事件，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，從什麼地方來。酒駕撞傷的都是別人，所以當你在講處罰的時候，你要提醒他說你要付出代價。悲劇已經發生了，前端的預防才是最重要的。昨天開完庭。從台中回台北的路上，我跟天上的兒子說：“為了幫你討公道，爸爸已經盡力了。不論結果如何，希望你都能安心的在另一個世界當快樂的小天使。我也很感謝這輩子能有你這麼乖又優秀的兒子。” 23歲無限洗車工無照酒駕撞死在台中實習的21歲高醫大陳姓男大生。2025年3月，姓陳的學生在台中檢差外送的時候，一個無駕照啉酒的姓黃的查甫人，攏紅燈去弄掉，送醫嘛是救無活。一件酒駕以外，本來幸福的一家伙4個人，從此陰陽兩隔。法院一審宣判的進前一天，姓陳學生的老爸落南到台中，出席最後一擺言詞辯論庭。伊特別穿後生的衫，以及裡邊絲絲的白袍，都別說帶後生做伙參與庭審。都說白髮人送黑髮人是最痛苦的，你好不容易培養一個小孩，在醫學院快要畢業了，最後就這樣因為一個交通事故就沒了。我講我不需要他的賠償，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，我只希望法官、國民法官能夠判最重的刑責。連開台灣酒駕死傷的統計數字，每一夜記錄攏是血的教訓。2014年酒駕死傷的人數有18097個人。2024年雖然傷亡數降到9243個人，不過數字的背後依然是9000多個家庭心內上深的傷痛。啉酒就莫賽車，這是我真正的口號。罪不上道，卻依然有人認為講被紅抓到。酒駕後，所有用路人攏陷在無道封閉的風險中。酒駕最可怕的是什麼？它就像是捷運站的無差別殺人事件，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來，從什麼地方來。而對於受害者以及家屬最大的衝擊就是，我跟你也是無冤無仇。23歲女隨車員剛出社會，清晨出門工作，卻遭酒駕男子撞死，從此天人永隔。我沒有辦法接受你奪去了我家人的性命。然而，對於酒駕受害者家屬來講，任何的處罰、刑罰，還包括賠償金，我想我們感同身受，是家屬沒有辦法接受，因為就算一命換一命。你怎麼換回我的家人？其實台灣的酒駕致死的刑責，大家都知道，最重只有10年。過去的判例從來沒有判滿10年過，最多9.5年。這麼惡劣的酒駕，一條22歲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子葬送掉，
然後我們的家屬承受這麼大的痛苦，對方也是22歲、23歲，他就算關了10年出來，他也才32歲。我兒子也是22歲，那他如果活到80歲，你說他還有多少年可以活？這樣的司法判決，這樣的一個對於酒駕的懲罰，完全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。所以，我希望法官體諒到家屬的心情，更重要的是要回應社會的期待。有關於刑期這件事情，不管判幾年，對家屬來講，一生都沒有辦法接受，因為我的孩子活得好好的，我的媽媽活得好好的，你奪去他的生命，所以刑法這一塊、司法這一塊是最後一道防線，只是讓對這一個加害者、對這個肇事者的懲罰，是國家對他的懲罰。依照法務部的統計，2019年到2023年之間，全國酒駕案件裁判確定總共超過20萬人，其中有9成人被判6個月以下徒刑，平均刑期僅3個半月。就算酒駕致人於死，法定的刑度會使判3年以上，也過已經過5年，實際判決平均僅37.8個月，大部分在上低標準的卡頭。是法典過輕嗎？其實問題是出在於判刑過輕。為什麼？法官針對酒駕致死的案件只判處最低的刑度，也就是3年這樣子的本刑。我們知道處罰是為了要預防，如今判刑的刑度只有在最低門檻的時候，對於酒駕這樣子的犯罪者而言，或者是累犯而言，有一個有效的遏制跟處罰作用嘛？也因此，我們會認為說，司法機關必須針對酒駕案件的判刑量刑，它必須要有一個建議的刑度，不然這樣一判下來，我的家人離開了，被你撞死了，結果你只被判了3年2個月，你服刑到一半，你就可以出獄了，對我們家屬來講，情何以堪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們現在實施臨檢酒測哈，麻煩請就感知器吹口氣。酒駕致死的立法規範，它是一個故意加過失的結合犯，意思是說，你酒駕是故意，但是這個死亡結果不是你故意要造成，你是不小心造成的。酒駕上路的人哦，大家都會覺得他上路，他不會想要撞死人。但是我必須強調，其實這個思考層面其實跟我們其他案件的標準其實會發生不一致，因為刑法的故意不是只有直接故意，還有所謂的未必故意。現在法律對於酒駕致死到底有沒有辦法再進一步，或者再有一些科學數據的驗證下，能夠讓我們去判斷它其實是具有未必故意殺人犯意，那這樣刑度才能做一個比較合理的提升。那對家屬來講，我相信家屬也會比較能夠接受判決結果。當然呢，從受害者的立場來講，一定是要得到應該有的處罰嘛。傳統的想法來講，叫一命抵一命嘛。但是整體的，如果就刑法，其實它有一定的制度存在啊。酒駕的違規處罰，以現在來講，是所有違規行為裡面處罰最重的了。你再給他加重，再給他加重，請問一下，酒駕可以嚇阻嗎？而且有一個問題，今天你罰得再高，反正他沒錢繳，那你怎麼辦？就要去執行嘛。請問一下，你有那麼多的地方要關嗎？蔣姓駕駛喝酒還開車不是第一次，109年、110年也酒駕上路。那我們說酒駕為什麼數字降不下來？酒駕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？累犯。這些累犯大概佔酒駕族群裡面的40%。然而，在這4成裡面，大概有7成他們是有酒精使用疾患的問題。我們比較白話一點，就是說他們有酒癮的問題。那這些累犯，因為他有酒癮的問題，所以你儘管怎麼罰他、關他、讓他去上課、不能駕車、吊銷他的駕照，他一旦喝了酒之後，就是喝了就上，他們是有酒癮的問題。
必須要幫助他，必須要改變他，改掉他這樣子的飲酒習慣，才有可能把酒駕這樣的數字降下來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常講說，我不要衰了，我不會那麼倒霉，這一次我不會被抓到。所以其實從心理學學習的角度去看，這種行為的發展，在去除上是比那個其他行為要更難很多。假設你有20次經驗，你只被提醒1次，甚至有些人少少的被抓到1次。這個我們叫做部分增強，也就是說，這個是最難戒的。那我們認為說，要改變一個人的習慣這件事情，沒有辦法透由司法裁判去做處理，它必須要有一個行政的管理制度。那譬如說，現在國外有所謂的酒精所，國內也有，但是我們國內的酒精所，它的強制力有所不足。我們會認為，如果今天他是一個曾經觸犯酒駕的行為人，其實透有一段時間的酒精所的一個前置或者是要求，他在一段時間，他開車就會經過酒精所，那他就會去思考他要不要找代駕。好，或者會改變他的行為方式，那這樣他才會避免掉他以後再犯酒駕的這個問題。台灣為2020年推動酒精所的制度，原意是要防止酒駕再犯，不過效果有限。關鍵在酒精所，敢若適用在酒所的酒駕累犯。大國等到吊銷駕照了，重新考照才會被要求安裝，加上安裝費用由駕駛人家己出，監管機制加行為輔導配套不足，酒精所會當動車，卻未當真正改變酒後塞車的犯罪行為。實行這個酒精所，那酒精所是買斷嗎？酒精所不是買斷，推動的力道太強，民眾的壓力又來了，所以你圖利廠商。當然啦，如果我們所有的採購制度，或是我們制度訂定的都是很公平的，也不必避諱嘛，那只要你是為了所謂公益，為了安全。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酒駕唔但處罰駕駛人嘛，適用公車的強制規定，明知駕駛人有啉酒佮塞車，違反坐公車也是騎奧多邁會，在無加阻止，會使處新台幣6000塊到15000塊的罰金。可是日本他們在2007年的時候就制定了一個非常嚴格的連坐法，他們連坐到什麼？提供給你酒的人，還有賣酒給你的店家，包括酒吧啦、居酒屋啊、餐廳等等，還有跟你同車的人，一旦你酒駕，這一些人都要被連坐，要被處以有期徒刑3年以及日幣50萬元的罰金。另外，如果是提供給你車輛的人，他們視同為你也是酒駕，要被處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跟100萬日元的罰金。我們看去年的數字哦，我們台灣的人口是日本的1/5，但是我們酒駕的事故件數是日本的3倍，所以我們覺得我們要接近日本的這樣子的修法觀念。甲日本的酒駕連坐法比較起來，學者認為，若要真正預防酒駕，關鍵依然佇源頭。比如講，酒店也是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，因長期交通安全應該由頭家負起責任。以酒為行業的這個老闆，這個負責人，其實他應該也要有這個思維。顧客都可以提供所謂的轎車或代駕，那為什麼我們的員工，我們不能給他辦交通車或代駕呢？華人社會長期存在啉酒甲鼓舞啉酒行為，無形中影響着每一個世代。因過家庭甲學校教育，攏真少講到酒精對人身安全的危害。預防酒駕，若是要為源頭做起，首先要改變的是不良的啉酒文化。我們酒駕撞傷的都是別人，所以當你在講處罰的時候，其實你要提醒他說，其實某個程度其實應該是一樣的。你撞傷了別人或導致別人死亡，跟他帶來的結果跟你是同時在發生，你要付出代價。也就是說，其實學會飲酒文化也在保護自己。當
酒駕發生的時候呢，有關於醫療的治療跟急救，然後包括之後的司法處罰，那都太慢了。為什麼？悲劇已經發生了，前端的預防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前端的預防，我就說，我們說的教育宣導在哪裡？真的必須要從頭開始，從孩子開始就要先做，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刑法，我們的法律要不要再延伸一個連坐法？我都覺得我們可以努力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不想再看到悲劇發生了。一個台灣社會普遍都已經知道是不能夠去觸犯的行為，酒駕零容忍這樣的一個社會的一個認知之下，還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我希望，我真的很希望，我兒子是最後一個因為酒駕喪命的人。未來台灣都可以有更安全、更好的一個交通的環境。酒後駛車，唔那是違規，而是有可能奪走無辜生命的行為，伊所留落來是無法度挽回悲劇，嘛是真濟家庭一生的傷痛。酒駕必須嚴法杜絕，不應該成為生活中無定時的炸彈。遐個血洗洗教訓，更加不應該一再發生。